主耶稣说：“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”末世，神再次道成肉身，降临在世界的东方，中国。1991年，末后的基督全能神正式尽职分，先后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话语，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。神的羊听神的声音，各宗各派喜爱真理、渴慕神显现的人，听见全能神的话，都是真理，就是神的声音。认定全能神就是主耶稣的再来，纷纷归向全能神。全能神的显现做工，引起了中共的极度恐慌。中共多次下发秘密文件，调动武警、军队，疯狂镇压取缔全能神教会。整个中国大陆血雨腥风，黑云压城，天怒人怨。如今，所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，尤其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，正遭受着中共政府更为残酷血腥的迫害。他们用鲜血与生命谱写了得胜撒旦权势的壮丽凯歌，也汇聚成了一部中国基督徒饱受迫害的血泪史。2017年年初，安徽省某市，周军和姐姐又迎来了一个悲痛而凄凉的新年。家里刚刚办完丧事，母亲病逝所带来的伤痛正笼罩着一家人。收拾遗物时，周军看到了20年前离世的父亲周海江雕刻的小羊，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。周海江是个喜爱真理的基督徒，1991年就接受了全能神的末世做工。1997年4月29日，周海江家里像往日一样宁静温馨。妻子李文秀正在做晚饭。突然，女婿和亲家的到来打破了宁静。出事了，咋了？他们带来了一个紧急的消息：一个弟兄传福音时被中共警察抓捕，他家里还保管着教会的钱财，而警方很快就会去搜家。为了避免教会财物被中共掠夺，周海江等人决定当晚就去转移。走。三人匆匆出了门。小心点儿。李文秀看着丈夫离去的背影，不免有些担心。
直到凌晨2点，教会财物才安全转移完。周海江3人感到了些许安慰。当时，中共一直在镇压迫害家庭教会，尤其对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抓捕更加疯狂。中国大陆到处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中。又是你！为什么抓我？不许动！周海江，你是不是穿过衣架？跟我走一趟，走！犯法，你为什么抓我？虽然在他们身上没有搜出任何证据，警察仍强行把他们押往派出所，并连夜分开审讯。此时，李文秀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丈夫回家，心中莫名的慌乱不安，让她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中共政府正四处抓捕基督徒，丈夫的深夜未归，让她感到焦虑万分。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，那一夜显得特别漫长。第2天，李文秀四处打听消息，才知道丈夫被抓了。在派出所，周海江被关押在只有一个小窗洞的黑屋子里。把我往死里打，太没有人性了。亲戚看到周海江被打得满脸伤痕，对行凶的警察愤恨不已。5月1日下午，李文秀匆匆赶到了派出所。拿过来吧，你可以走了。看到丈夫满脸伤痕和被打瘸的腿，她心如刀绞。虽然丈夫近在咫尺，但中共警察无情的拦阻，让他们只能远远相望。赶紧走吧！不行，赶紧走吧！丈夫向来很坚强，可这一次却流下了泪水。李文秀的心都碎了。傍晚，李文秀又到派出所给丈夫送饭，警察却告诉她，周海江已被转走了。无法得知丈夫的下落，无助和担忧再次涌上她的心头。1997年5月2日，还在为父亲担心的周军听到了一个噩耗。大队书记带来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本已忐忑不安的周家人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。警察说了，海江哥是在凌晨2点钟左右
在派出所的会议室里自缢身亡的。一家人听后都悲愤交加，惊愕不已，无法接受警方的说法。他们知道周海江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，性格也非常开朗，很坚强。我们也不清楚。文革时，周海江受了不少凌辱，又因信神被抓捕过几次，挨了不少打，可他从没想过自杀。这次怎么可能被抓捕仅3天后就自寻短见呢？海江肯定是被他们打死的。四叔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海江哥被他们拿到火葬场，马上就火化了。什么？走，去火葬场！周家人听到消息后，都无比震惊，立即赶往火葬场。可工作人员受中共指使，坚决不让看遗体。谁呀？干什么的？我们周海江的家人。周家人都义愤填膺，却又无可奈何，不得不四处托关系。终于在火化前，匆匆看了周海江最后一眼。在停尸房，周家人看到死去的周海江只穿了一条内裤，浑身一块块污渍淤青，脸部扭曲变形，眼睛睁着，眼珠突出，半张着嘴，紧攥着拳头。很显然，是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着死去的。周海江的音容笑貌还印在脑海，可此刻，周家人看到他惨死的模样，都伤心欲绝。从周海江全身所留下的累累伤痕，不难想象，他生前遭受过怎样非人的折磨与摧残。周家人更加确认，周海江是被酷刑折磨死的。他们还发现，周海江的喉结下有一圈深深的勒痕，勒痕处的皮肤全都破裂流血，担架上还有大片血迹。中共警方一直坚持说，周海江是自缢身亡的。可喉结以下的这圈令人匪夷所思的勒痕，却暴露了真相。共产党在撒谎啊！海江分明是被勒死、被打死的。周家人恍然大悟，中共之所以不通知他们，就要强行火化尸体，原来是想毁尸灭迹，掩盖事实真相。周家人看到中共警方如此凶残歹毒，草菅人命，强忍的悲愤终于彻底爆发，齐心要上诉，讨个说法。中共警方怕把事情闹大，便派大队书记利诱周家人。派出所的说了，只要你们同意私了，他们就会多赔钱，可以给你们5万块钱的赔偿。这官司你们就别打了。什么？你们想想，他们答应，如果私了，就给赔偿，并暗示打官司绝不可能告赢。周家人始终无法接受，
年仅43岁的周海江，因为信全能神，不向中共屈服，拒不交代教会钱财和带领的下落，就惨遭毒手。如今，中共却想用钱来了结这桩人命案。周家人坚决不同意，铁了心要上诉。中共说客见利诱不成，又换了一招。你看，孩子们还小，你们老是这样坚持打官司，万一哪天晚上来几个人对你们下毒手，他们赤裸裸地威胁周家人，如果还要坚持打官司，可能会遭毒手。他就要把赔给咱们的钱用来买通法院呀！吴叔，你这是来吓唬我们的！吴叔，什么时候来人？我们都不怕。走走，你们走出去！你别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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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出去！我出去！走！周家人虽然没有屈服，但孤儿寡母受到中共说客如此的恐吓，不得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天一黑就关门闭户。周海江被警察打死的事，在当地引起了轰动。迫于舆论压力，法院判处承认对周海江刑讯逼供的协警王某有期徒刑3年，但却是监外执行，判刑只是走个形式而已。中共的卑鄙无耻让周家人愤恨至极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明知真正的凶手没被绳之于法，但中共体制下官官相护，老百姓能到哪里伸冤？迫于压力，周家人只好同意私了。周海江离世后，中共的迫害给周家人所带来的伤害仍在延续。失去了顶梁柱，李文秀在悲痛之余，还得担起生活的重担。由于中共的监视，弟兄姊妹只敢偶尔来帮忙。亲戚帮了几次后，也都不来了。繁重的农活都压在了他的肩上，使得原本瘦弱的他更加憔悴。最让她痛苦的是，每当思念起丈夫，就会想起丈夫被中共残害致死的模样，又为没有替丈夫讨个说法而自责。她的眼睛哭出了泪囊炎，眼里流脓，甚至有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。丈夫的惨死还让李文秀的神经受到了刺激。以往开朗外向的她，从此变得郁郁寡欢，整天目光呆滞，默不作声。有时看见家人发生矛盾，她又歇斯底里。由于受到中共的恐吓，李文秀一眼见不着自己的儿子，就慌张地到处寻找，生怕儿子出事。
看到母亲常常伤心抑郁，周军也感到无比压抑。原本他很外向开朗，可因为不能为惨死的父亲讨个说法，常常感到痛苦无奈，变得越来越孤僻自卑。6月初，麦浪滚滚，成片的麦田仿佛一片金色的海洋，但周军却感受不到一丝收获的喜悦。烈日炙烤着大地，升腾的热浪让他汗流浃背。大片的麦田似乎总也割不到头。疲倦的他感到更加沮丧。举目四望，麦田里除了他，别人家都是老老少少一起干活。强烈的孤独和心酸感再次向他袭来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没有了父亲，儿子的靠山从此倒了。刚步入成年的周军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繁重的农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此时，他更加思念死去的父亲，心里特别忧伤痛苦。但他必须得撑着，家里还有妈妈和爷爷需要照顾。周海江去世那年，他的老父亲已年近70。早年丧妻的他，晚年又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巨大的伤痛令他难以承受。半夜里，家里人常常听到他哭醒的声音。儿子惨死的景象挥之不去，让他痛不欲生。
几年后的一天，周海江的老父亲等到家里人都睡着了，喝下了农药，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。老父亲自杀后，周家人又一次陷入痛苦的深渊。李文秀脆弱的神经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。海江，海江，海江，我在这儿呢，海江，海江。邻里们私下都纷纷叹息，一个好端端的家，就这样被中共给毁了。对于周家人来说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周海江的惨死给家人带来的伤痛，都无法抹去。2011年的一天，周军和妻子走到一个广场时，突然听到一首歌。把我托起，寒冷的时候，你把我裹在暖怀里，双手撑起了我们的家，为我遮风挡雨，总把最好的给了我，你却默默无语，从没让我还报什么，付出的都是你。岁月留给你满头白发，在你的脸上，均可抹不掉的记忆。如今我们已远飞，你还默默地守候在那里，我永远无法忘记你那孤独的背影。哦，父亲，我的父亲，你付出这一切心血代价，我却不懂得去珍惜。哦，父亲，我的父亲，求你不要离我而去，我想永远陪伴着你。哦，父亲，我的父亲，求你不要离我而去，我想永远陪伴你。我对不起你了，爸爸。一曲未了，周军触景生情，猛然间想起了父亲被迫害惨死的模样，可自己始终不能为他讨个说法，顿时感到痛苦万分，当街失声痛哭。就这样，一个而立之年的男子汉，任凭妻子怎么劝，也无济于事。
蹲在地上，抱头痛哭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无所顾忌，宣泄着多年来失去父亲的压抑、痛苦和委屈。父亲已经去世20多年了。每当回忆起这一幕幕往事，周军依然感到揪心的疼痛。如果没有中共对基督徒的迫害，如果父母没有死，那他们会是多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啊！可如今，父亲被中共残害致死的血案仍未昭雪，凶手依然逍遥法外。中共政府还在父母和爷爷去世后，造谣说周家是因为信全能神才家破人亡的。可周军和家人心里都清楚，这一切惨剧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，正是中共。2013年3月9日，河南省某县，阴云密布的天空，沉闷而压抑，凄凉的哀乐，声声幽咽，沉郁低回。一行送葬的人群，迈着沉重的步履，缓缓前行。亲人的突然离世，令此行的每一个人都痛苦不已，悲愤难平。遗像中的母亲微笑着，可孩子们的声声呼唤，她却再也听不到了。这位早逝的母亲名叫杨慧芝，河南人，是敬虔的基督徒，信全能神10年了。2013年年初，杨慧芝被中共政府秘密抓捕，刑讯逼供。因他坚持信仰，不背叛神，不向中共妥协，被中共迫害致死。白色的花圈寄托着众人的哀思，悲痛的泪水却掩不住心中的愤懑。人们始终无法理解，在中国，信神究竟犯了什么法？中共政府为何对信神的人如此狠毒残忍？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，杨慧芝到底经历了什么？2013年1月4日，河南省某市，黑云压城，空气中弥漫着阵阵令人压抑的气息，似乎一场更大的风雨即将来临。这一天，
杨慧芝早早地来到了聚会处，与2个姊妹一起聚会。此时，楼下10几个人正密切地监视着这一切。3人交谈着，他们意想不到，危险正向他们袭来。行动！快！怎么停电了这呀？我去看看咋回事。行。谁呀？杨慧芝，你们什么人？凭什么抓我们？我们犯什么法了？犯什么法？你们信全能神就犯法，抓的就是你们。给我搜！这。突如其来的抓捕令杨慧芝等人措手不及。虽然他们也听说过不少弟兄姊妹被中共政府抓捕的事，但面对土匪一般的中共警察，他们还是感到心惊胆战。给我仔细的搜！此时，以于某为首的一群警察正在屋里乱搜，任何角落都不放过。屋里顿时被翻得一片狼藉。杨慧芝他们看到中共警察如此无法无天，心中愤恨不已。信神是走人生正道，天经地义，中共政府却百般拦阻，限制人信神，将基督徒视若仇敌，疯狂抓捕迫害，真是反动至极，邪恶透顶。在被押送的路上，杨慧芝3人不住地向神默祷，不管遭遇中共怎样的残酷迫害，他们都要站住见证。在始终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，当晚9点左右，警察把杨慧芝等3人带到了公安局，并24小时轮班审讯。半夜，一同被抓的张丽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。他还不时地听到隔壁审讯室里传出杨慧芝的阵阵惨叫声。尽管警察对他们威逼利诱，但3人都没有说出任何关于教会的信息。为了继续追查全能神教会的带领和教会钱财的下落，延长对杨慧芝和张丽的刑讯逼供。警察拘留他们后，并没有送往看守所羁押审讯，而是私设公堂，秘密关押。好，可以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去好地方。此时，杨慧芝2人感到十分忐忑，未知的恐惧急剧升腾。中共警察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呢？2013年1月6日，杨慧芝和张丽被秘密地带入了某宾馆。此后，2人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他们所在的这个宾馆看似很普通，可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这里竟然隐藏着一个充满血腥的刑讯场所。被警察悄悄押入这里的人，就等于进入了人间地狱。用于审讯的房间内，
摆放着各种带血的刑具，在幽暗的灯光下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滴落的鲜血交叠着地上干涸的斑斑血迹，散发着血腥的味道。毒打声和惨叫声不绝于耳，地狱般阴森恐怖的气氛让人头皮发麻，汗毛倒立。如今，杨惠芝已含冤而死，她受刑的细节无法获知，但与她同一时期被抓捕的基督徒们回忆起那段暗无天日的经历，仍感觉如同噩梦一般。据张丽说，秘密审讯期间，10多名男警轮流对他刑讯逼供。他们最惯用的手段就是猛扇脸，直至流血。一记记重重的耳光，让他感到火辣辣的疼痛。他的脸被打得又红又肿，甚至牙齿松动，眩晕耳鸣。只要他不回答，警察就想着法的折磨他。酷刑手段层出不穷，连吃饭的筷子都成了折磨基督徒的刑具。坚硬的皮鞋重重地踢在他身上，发泄着中共警察的野蛮暴力。手铐深深地嵌入了肉里，钻心的疼痛让他痛不欲生。酷刑越来越重，他柔弱的身体被穿在钢管上，不停地旋转。张丽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手脚如同断了一般。不间断的酷刑折磨使他痛苦地哀嚎着，可中共警察却熟视无睹，丝毫没有怜悯之心。他们如同下界的阴间恶鬼，嗜血成性，专门以折磨人、残害人为乐趣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名基督徒王芳也同样被折磨着。夜里，警察不让他睡觉，只要一合眼，就拳打脚踢。极度的困倦与惊恐，让王芳一时混沌，精神恍惚。警察不仅折磨人的肉体，还摧残人的精神。他们强行剥光王芳的衣服，用极其下流污秽的话侮辱她。人的尊严就这样在中共警察群魔乱舞般的淫笑中被无情的蹂躏践踏。更为残忍的是，他们不让他上厕所，迫使他小便失禁，并逼着他用舌头去舔地上的尿液。中共警察对基督徒的审讯手段充满了兽性，卑鄙恶毒的程度实在令人发指。据这些基督徒描述，那段时间就像在地狱中一样。他们天天被警察拷问教会带领和教会钱财的下落，不仅要承受各种酷刑折磨，还要忍受警察的侮辱，把人摧残得几近崩溃。这些还活着的基督徒都遭受了如此残忍的酷刑。
可想而知，杨惠芝又遭遇了什么呢？秘密审讯21天后，警方没有从杨惠芝口中得到任何有关全能神教会的信息。1月25日，无计可施的警方将他送进了看守所。在看守所的18天里，杨惠芝的身体每况愈下，连走路都无法支撑。哎呀，姊妹，咋回事？怎么了？快去救人！快！来人呐！警察见杨惠芝快死了，才把她送到了医院。2月12日凌晨5点，黑夜笼罩下的郑州异常阴冷。黎明前的夜是那么的黑暗。杨惠芝，这位年仅46岁的基督徒，在这一晚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。从杨惠芝被捕到被残害致死，整整1个多月。他的家人一直不知情，直到他死后第2天，派出所的警察才来通知，说杨惠芝因心脏病突发已病故。听到噩耗，杨家人十分震惊，悲痛万分。他们知道杨惠芝从来没有心脏病，怎么会心脏病突发，又为何死在了看守所呢？杨家人觉得杨惠芝的突然死亡必有蹊跷，当即联系律师，一行7人赶赴郑州。在太平间，看到昔日身体健康、爱说爱笑的杨惠芝，如今却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杨家人都悲愤交加。据医生说，杨惠芝被送到医院时，口吐白沫，神志不清，大小便失禁。在一旁的警察立即遮掩说，医生是新来的，啥也不知道。看到警方有意掩盖杨惠芝临死前的情况，杨家人更加怀疑，便要来了杨惠芝的死亡诊断书。上面虽写着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脑梗塞等病症，但后面却都画着问号。诊断结果为多脏器衰竭导致死亡。看着这份死亡诊断书，杨家人越发印证，中共警方说杨惠芝心脏病突发而死，是在极力掩盖事实真相，推脱罪责。可杨惠芝为什么会在被捕后突然多脏器衰竭呢？她从来没有心脏病，也没有高血压，那她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？
为了寻找证据，杨家人要求查看杨慧芝的审讯记录，可警察坚决不同意，只让看看守所日常生活的监控录像。警方心知肚明，杨家人就是看了监控，也找不到任何证据，因为从杨慧芝的外表上看不出遭受酷刑的伤痕。监控录像里，杨慧芝极其虚弱，行走迟缓，甚至连生活都无法自理。杨家人看了录像，都悲愤交加，痛哭失声。他们明知凶手就是中共政府，可却无法调查掌握导致杨慧芝死亡的证据。杨家人询问中共警方杨慧芝被抓的原因及定案结果。负责办理此案的警察白某只说杨慧芝是因信全能神被抓的，其他都无可奉告。坐下，坐下，来，坐下。为了掩盖罪证，尽快结案，警方把当地县委、县政府的有关人员，以及杨慧芝亲戚的单位领导召集起来，对杨家人软硬兼施。在中共警方的威逼下，杨家人被迫无奈，只能妥协私了，不敢再追究此事。河南省是中国宗教迫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。如今，在这片黄土地上，又埋葬了一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基督徒。中共这个与神为敌的恶魔集团，残害屠杀了无数的基督徒。像杨慧芝这样因真心信神、走人生正道，而被中共残酷迫害的基督徒，还有千千万万。